指定小懲罰。哇，咁正，着香蕉衫到完場，犀利喎！最中意俾人罰。M 底，好，我哋俾個鏡頭你。我應該係柒招。咩事啊？咁樣噶嘛？咩啊？唔知你做緊好恐怖啊！唉，翻返嚟有病，黐線！最多人企開啲，死開啦，肥到死！你係最多人嘅升學目標？我費事遮咗啲字啊，大佬。最憎人懶可愛，打死你！哇，益你啦！呢個可愛睇唔到啊！得一條香蕉同大家講呢個。好中意大家嘅。唔得啊！要可愛語氣啊！再嚟個。我真係好中意大家噶。啊！你做咩踎屎啊？嗱，認真，觀眾寶寶們，我們來接你們了喲！來咯來咯，衰好衰，觀眾哥哥超級無敵衰，超級無敵衰，超級無敵衰，哇衰，觀眾超級哇塞哇塞，觀眾哥哥覆蓋瓶蓋，開瓶蓋必須係個拜拜，下期咯。心唔心服？條蕉冇喐過啊！啲人話你。